事不宜遲，我哋將時間交俾今日講座第一位嘉賓，中大醫院骨科專科醫生劉耀聰醫生，佢會同大家分享脊柱側彎同埋最新嘅科研發現。有請。一般人嚟講，如果我哋正面同背面望我哋嘅脊骨咧，係應該係垂直嘅。咁而脊柱側彎咧，就係講個脊骨咧出現咗唔正常嘅偏離，可以向左或者向右咁彎曲。咁我哋望個小朋友嘅背脊或者正面，會見到佢肩膊或者腰部有唔對稱嘅情況。佢個盤骨可以傾斜，個肋骨同肩胛骨如果後邊望佢嘅時候會唔對稱，亦都有機會有凸起咗嘅情況。特別因為佢係一個3D 嘅旋轉嘅變形嚟嘅，咁所以向前彎腰嘅時候，因為肋骨嘅唔對稱咧，會令到佢嗰個情況咧更加明顯。咁兒童嘅結構性脊柱側彎，一般我哋分為咗先天性、突發性同埋神經肌肉性。先天性係講緊個小朋友仲喺媽媽肚入邊，個脊骨形成緊嘅時候咧，出現咗唔正常嘅情況。個脊骨正常可能係少少長方形、正方形，但係佢有機會出現一個半錐體，有少少類似三角形嘅情況，或者幾節腰骨連埋一齊。咁所以個 BB 成長嘅時候咧，有機會越生越彎，呢啲叫先天性。而神經肌源性咧，就係講緊個小朋友可能天生有少少一啲神經肌肉疾病，包括脊肌萎縮，包括脊柱分裂，包括或者佢小朋友曾經出現過一啲小兒腦麻痹嘅情況。咁除咗綜合病症之外，先天性之外，如果個病人出現結構性脊柱側彎咧，我哋就叫佢做原發性或者突發性啦。即係基本上佢唔係一個先天，唔係一個神經肌肉疾病嘅原因而出現咗呢一種結構性嘅脊柱側彎。咁呢一種突發性嘅椎側彎咧，係可以出現喺任何一個年紀嘅。咁可以係10歲打時我哋叫早發性嘅突發性脊柱側彎啦，可以係10歲至18歲嘅時候青少年突發性脊柱側彎，甚至喺成人18歲之後咧，亦都有機會出現突發性脊柱側彎。咁所以最常見嘅突發性脊柱側彎係講緊青少年10至16歲左緊。大約咧係一個香港自己本土10年前嘅一個普查發現咧，其實大約3.5% 嘅青少年係有呢個突發性脊柱側彎，而男女嘅比例咧，整體上你見到呢個數據，本土數據係講緊2.2:1，我哋10度先叫脊柱彎，所以多過10度嘅比例係2.2嘅女性比男性係2:1。咁而中度講緊20度至40度咧，就係3:1啦。嚴重講緊40度以上就係5.5:1，所以多過5倍嘅女仔嘅。如果喺突發性脊柱側彎嘅情況上，喺嚴重嗰一部分。咁暫時咧，突發性脊柱側彎係冇明顯嘅成因嘅，所以我哋係冇一個好嘅方法去預防佢出現。之前可能話究竟係咩重嘢啊，啲姿勢習慣，暫時都唔覺得係同佢個成因有關係。咁我哋做過好多遺傳嘅研究，包括環境嘅研究，發現佢係多因素嘅。咁所以其實佢有少部分嘅遺傳嘅原因。所以如果家人有脊柱側彎，講緊可能個媽媽有15度以上嘅脊柱側彎咧，個小朋友可以差唔多有接近30%嘅機會有，所以可能多8至9倍嘅機會有脊柱側彎。咁所以我哋係最緊要預防唔到佢出現啦，所以我哋及早發現佢咧，就監測佢，俾一啲適當嘅治療去預防佢喺呢個成長呢個黃金期間去惡化啦。咁點樣我哋去做一個脊柱側彎嘅檢查咧？咁我哋會做一個叫前彎測試。頭先可能喺出邊 exhibition 都見過，我哋會建議佢兩隻手拍埋向前彎腰90度，咁檢查下小朋友個背脊會唔會有左右唔對稱嗰個情況。咁如果發現有唔對稱嘅情況，我哋甚至可以用一個水平尺做一個軀幹嘅旋轉角度，睇下佢兩邊嘅角度咧會唔會多過5度。呢個唔係一個講緊平時企喺度 X 光嗰個角度，只係一個旋轉嘅角度，所以同 X 光講嗰種角度係有少少唔同嘅，係一個水平尺旋轉嘅角度。咁 X-ray 咧就見到平時啲人聽嗰啲度數50度、80度、90度，就係將嗰個脊骨最斜嗰個脊骨嗰個位置畫兩條線。咁所以呢一個病人可能已經接近超過50度，算係嚴重嘅脊柱側彎啦。咁頭先陳醫生有所講啦，其實香港好幸運嘅，我哋有一個叫做學童保健嘅免費脊柱側彎篩查計劃。衛生署會定期去小學5年班、中1、中3嗰度幫小朋友做呢個向前彎腰嘅篩查，做一個水平尺，甚至會做默爾嘅地圖文檢測，再加 X 光咧，去發現一班20度以上嘅脊柱側彎。而發現20度脊柱側彎咧叫中度咧，係有機會需要接受一啲支架治療咧，就會轉介俾我哋香港2間大學醫院，包括係威爾斯親王醫院同埋大口灣根德醫院。咁自然歷史啦，其實大部分病人咧，除咗有少少軀幹嘅唔平衡，係冇乜症狀嘅。咁如果佢發育完成後咧 keep 到喺一個譬如30度以下，
基本上係唔會再惡化嚇，亦都長遠唔影響佢做運動，唔影響佢生育。但係嚴重嘅脊椎側彎講緊多過50度以上，就算佢發育完成咗之後咧，仲有機會繼續惡化嘅。咁亦從而咧係有好多問題，包括可以係背痛啊、外觀啊、心理啊或者心肺功能嘅影響。咁所以如果多過20度嚇，咁嚟到我哋專科門診啊，我哋醫生會評估小朋友個發育程度啦，佢個骨骼年齡啦，我哋叫骨齡嚇，脊椎側彎嘅嚴重程度，因而決定究竟佢應該繼續密切咁觀察啦，接受物理治療、小型支架或者係一個手術性治療。咁喺輕微嘅脊柱側彎，有時仲喺衛生署嗰度觀察緊嘅，因為佢只係10至19度，暫時唔需要接受支架治療。我哋啲醫生會建議佢注重一個骨骼健康，講緊係有足夠嘅鈣質、維他命 D、曬太陽，要每日都要做運動。咁定期運動之後，每4至6個月咧繼續接受評估，直到佢發育完成為止。但係如果喺觀察期間咧，發現度數惡化到20度以上啦，咁衛生署啲醫生就會轉介嚟我哋2間大學嘅專科門診，咁我哋就會評估下佢有冇呢個矯形支架嘅需要啦。矯形支架陣間紀先生，我哋嘅矯形師會再詳細去講。一般嚟講咧，呢個就係一個叫矯形支架啦。佢有啲力擺喺個身體上，將條腰骨擺企直啲嘅地方。佢點解會有效咧？係因為小朋友未高定嘅時候，生長板未閉合啊。咁一個生長未閉合情況咧，如果佢有不平均嘅受力咧，係有機會越生越彎嘅。咁所以咧，我哋將個矯形支架將個腰骨擺喺啲直啲嘅情況，等個生未閉合嘅時候咧，可以生翻直啲。咁講緊佢個治療效果同配誕時間咧係有直接嘅關係嘅，所以我哋一般會建議18至20個鐘以上。咁而一個咁乖嘅小朋友咧，喺文獻上咧係講緊有7至8成機會喺佢成長期間避免到需要做手術，講緊惡化到50度以上。咁但係你會見到呢2個小朋友都係12歲，都係25度。咁但係2年之後咧，雖然2個都好乖咁戴矯形支架，但係結果可以唔同喎。一個可以淨係30幾度，將來冇乜太大問題；一個要60度，需要做手術。咁點解會係咁咧？係咪因為佢唔肯戴個支架，個支架做得唔好，定係其實有其他原因咧？咁其實文獻已經講咗啦，唔係淨係話個小朋友戴得唔好，或者佢個支架做得唔好，其實有好多因素㗎。如果佢發病嘅時候咧，仲係好細個，佢仲有4至6年去高，咁想像到佢就算好乖，個戴支架惡化機會都會增加咗。或者佢一嚟睇我哋戴支架嘅時候，個度數已經好大啦，已經講緊30幾40度啦，亦都會增加到將來惡化做手術嘅機會。仲有好多細微嘅，包括個側彎嘅位置啦，佢個旋轉嗰個角度啦，同埋佢個骨骼健康咧，都有影響佢將來會唔會惡化到做手術。所以其實就唔係淨係個支架，亦都唔係淨係個小朋友唔肯戴支架，有好多因素去決定嘅。咁所以咧，其實最終嘅治療唔係一個一刀切嘅方法，淨係俾支架物理治療就有效。其實我哋開始就講緊一啲叫個人化醫學或者精準醫療。咁呢一幅圖咧就會見到，其實喺以前咧，我哋講緊係一粒藥嚇，俾所有人，有機會有人有效，有機會有人冇效，有機會有人差咗。咁但係喺將來，如果喺大數據嘅年代，配合埋基因嚇，配合一啲普查，配合骨骼健康嘅檢查咧，我哋係有機會喺俾唔同嘅治療方法，令到個結果更加好。咁呢個就叫做精準醫療 （precision medicine） 啦。咁我哋鼓勵啲小朋友可能及早接受呢個脊柱側彎嘅風險評估同埋骨骼嘅評估，加強佢哋嘅物理治療，優化骨骼健康，鼓勵佢哋做多啲運動，恰當咁俾佢哋矯形支架治療。再加上我哋優化矯形支架嘅設計，令到小朋友更加配合戴支架，避免佢惡化，同埋了解脊柱側彎嘅最佳嗰個方案啦。咁當風險減低嘅時候咧，我哋亦都唔好過分治療，即係將個支架帶到好後期，因為其實過度治療都係精準醫療入邊希望可以避免到嘅嘢。咁喺科研上面啦，我哋亦都增加咗我哋骨骼嘅評估方面。以前傳統上咧，我哋睇個人仲有冇得高咧，可能係睇盤骨個生長板閉合咗未。咁但係喺一啲 X 光上咧，有時生長板喺盤骨度唔係咁清晰嘅。咁過去嗰10至20年開始就睇手骨啦。咁我哋發現咧，就如果淨係睇手指公嘅生長板，亦都可以比較準確咁樣判斷個小朋友仲有幾多高嘅空間啦。我哋可以判斷可能未來個小朋友仲有半年會差唔多高定啦，或者你未來呢半年會高10 cm 以上嘅。咁喺呢個黃金期咧，更加要戴好啲支架，要密切咁睇住，一定要覆診咁樣。骨骼健康鄭教授同我哋團隊過往嘅研究發現，其實有大約30% 嘅小朋友咧，骨質密度係偏低嘅，
而骨質密度偏低嘅小朋友較大機會喺成長期間更加惡化，從而需要接受手術。咁過去嗰一年，我哋加入咗人工智能喺骨骼評估入邊嘅應用咧，更加可以準確咁去判斷到一個小朋友第一次嚟嘅時候幾大機會會惡化到去做手術嗰個嚴重程度，從而可以俾呢啲更加適當嘅治療。亦都我哋做緊好多研究啦，發現究竟個骨質異常，我哋有冇方法可以改善佢咧？係咪一個生活習慣嘅改善？係咪一啲即係鈣質、維他命 D 嘅唔足夠咧？咁未來我哋會不斷咁樣發布呢一啲嘅研究成果。咁呂姑娘會講下物理治療嘅針對性嘅應用同埋佢嘅方法啦。紀先生亦都今日會再講我哋矯形支架有唔同類型嘅，有美國嗰種波士頓，有歐式嘅，加入啲旋轉形態，有夜晚嘅，亦都由之前用石膏倒模形式到而家唔需要有石膏啦，用一個電腦技術去製造個支架出嚟。最後手術係 for 一班嚴重嘅病人，個目的係預防佢持續惡化、矯正同埋安全。咁喺而家上咧，我哋基本上會用一啲導航技術啦，會有神經監測技術啦，有 3D 打印、電腦模擬，亦都有機械臂輔助手術，令到手術喺一個安全精準嘅情況完成到。咁總結，我哋希望可以及早發現到脊柱側彎，接受一個恰當嘅監測同埋適當嘅治療去預防側彎喺成長期間惡化。咁而最新嘅科研研究都係講緊個人化醫學啦，同埋一個精準醫療，亦都我哋會不斷咁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改善手術嘅精準度同埋安全性，令到患者可以早啲，而家1個禮拜內都可以返屋企，2-3個禮拜可以返學嗰個情況啦。咁亦都藉住今次呢個機會，成日同所有人講咧，脊柱側彎其實就唔係一個個人嘅一個 battle 啦，咁有好多家人嘅關懷啦，亦都有好多病人組織係可以俾到 support 嘅，咁所以亦都希望今次大家可以吸收到呢個資訊嚇，咁有咩問題可以隨時歡迎問我哋嘅病人 support 組織同埋我哋咁樣，唔該晒。